40萬表妹新開嘅展廳，仲有新能源，仲可以買到咩車？30幾萬嘅預算，你可以買寶馬5系，可以買 E300，而且都可以買到我身邊呢一台 X6。20款20年爽牌嘅寶馬 X6 2.0大 T 發動機，呢一台車賣嘅時候31000公里賣出去，而家65000公里收翻嚟，你估下你慳到幾多錢？外觀嘅話咧，原車主咧仲係升級咗個激光雷射大燈，31000公里佢個皮係點樣？佢65000公里佢個皮就係點樣？嚟睇下呢個皮夠唔夠靚？呢一個真皮在衣內飾，靚粒粒啊！仲要搭配埋呢個黑色嘅外觀，夠唔夠型仔啊？仲有呢個大輪毂，後排空間夠晒闊落，呢個價錢諗都唔敢諗啊！大撩背嘅 pat pat，仲有呢個小鴨尾，仲有我呢邊寶馬嘅匙羹式尾燈。今日落嚟炒，聽日做老闆，邊個買呢台車，邊個就發財啦！雖然佢外觀夠型，而且仲係撩背嘅，但係你打開佢嘅後備箱，哇！呢個空間一啲都唔輸差咁噶，仲有一個電動嘅尾門，家用又得，你自己開又得，唔抵玩咩老細？冇錯啦，喺表妹嘅展廳就有呢啲性價比超高嘅車型，表妹而家喺好心水等你，有車繼續報過嚟，直接把它拿下！